耳朵里边好脏啊，用小勺子掏一掏。耳朵好像发炎啦，把里边的脏东西挤出来。上面这个鼓了个包也是发炎啦，然后里边有一个，你好用棉签把它们擦掉，再把清洁剂涂到耳朵上，用小布子把泡沫擦掉，伤口上挤上药膏。再看看耳朵里边，耳朵里边也好脏啊，用镊子把脏东西夹出来，有好多的脏东西啊，都夹出去啊。黄色的这个用小勺子把它挖掉。